香港澳洲商會新州分會日前喺悉尼市中心 Hong Kong House 舉辦咗一場以投資香港與大灣區不容錯過的機遇為主題嘅免費講座，吸引咗好多對亞洲投資市場感興趣嘅本地企業代表同埋投資者參與。活動旨在向與會者展示香港作為連接中國大灣區與國際市場嘅重要橋樑，點樣喺政策嘅支持、法治環境同埋專業服務等方面，為海外嘅企業提供穩健高效嘅投資平台。講座開始，由香港駐悉尼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莊國文先生致歡迎辭。佢指出，香港作為通往中國內地與亞洲市場嘅門戶，喺金融服務、法律制度、稅制同埋營商環境方面，都擁有無可比擬嘅優勢，絕對係海外企業拓展亞洲業務嘅重要橋樑。呢次活動邀請咗多位專家現場講解，包括家族辦公室顧問 Joy Chan 同埋註冊會計師 Tommy Yip。佢哋從實際操作嘅角度，深入淺出咁分析設立家族辦公室嘅策略同埋功能，亦都介紹咗喺香港設立公司所需要嘅流程、稅務安排同埋長遠業務規劃，令到現場參與者獲益良多。與會者紛紛表示，透過今次講座，唔單止加深咗對香港營商環境嘅了解，亦都重新燃點佢哋對香港投資同埋拓展市場嘅信心。唔少人更表示，希望未來有更多類似嘅活動，俾業界有更多機會交流經驗，掌握國際市場嘅最新動向。香港澳洲商會新州分會亦都表示，未來將會持續舉辦唔同主題嘅交流活動，進一步促進港澳同埋澳洲兩地嘅商業、財經同埋文化領域嘅交流合作。澳洲社區快訊報導本地華人資訊，歡迎觀眾以及各大商家提供不同社區資訊。我哋嘅報料電子郵箱係 news@ace-aus.com。我係最新嘅 AI 專員 Miss Ace。